喺發展局積極推動下，建築信息模擬 BIM 將會喺未來幾年成為推動工程數碼化、管理建築生命週期嘅核心支柱。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信息模擬，即係將建築物數碼化，建立一個包含所有建築資訊嘅虛擬立體模型。呢個模型唔單止有立體外觀，仲有各種數據可以查詢、提取同分析。然後專業工程團隊就可以喺 BIM 呢個虛擬環境中進行設計、管理施工同埋維護建築物。喺2018年起，政府規定造價超過3000萬港元嘅公務工程項目需要採用 BIM 輔助工程設計同施工。今年4月起，相關政府工程合約已經將 BIM 模型納入招標文件，從而提升模型質量。另外，為咗加快私人發展項目嘅圖則審批，2023年施政報告積極推動以 BIM 模型提交建築圖則。我哋會循序漸進，逐步透過行政同立法方式，要求私人發展項目提交 BIM 模型製作嘅建築圖則。我哋喺未來仍然會以提效、提質、提速為目標，同業界、學術界緊密合作，聚焦兩大方向，深化 BIM 應用同創新。第一係軟件多元化，發展局會與時並進，搜羅更多多元化嘅 BIM 軟件俾唔同公務部門試用，務求喺唔同嘅工程階段、類型同規模入邊都可以發揮軟件嘅優勢，提升建築效率。同時，我哋會積極構建國際 BIM 標準嘅協作平台。第二係支持技術創新同擴大應用層面，結合人工智能 AI、數位分身、機械人、組裝合成建築法同埋機電裝備合成法等尖端科技，提升項目設計、施工同管理嘅精準度。仲會透過政策推動同業界協作。而家業界 BIM 軟件應用比較單一，所以發展局喺今年引入咗唔同地方功能多元化嘅 BIM 軟件，俾各公務部門試用。建築署應用嘅情況係點嘅呢？例如，我哋喺呢單江雅浦嘅警察訓練設施入面，我哋運用咗唔同 BIM 軟件進行設計建模、生成圖紙、偵測錯誤、計算建築成本。我哋會按照唔同嘅工序選擇適合嘅工具，從而提升設計效率。發展局積極推動開放同標準化嘅資料平台，採用開放式 BIM Open BIM 作為通用協作語言。啟德體育園就係成功實現呢個理念嘅卓越工程之一。BIM 同 Open BIM 有咩分別呢？其實 BIM 技術最初係由專用軟件開始發展嘅。唔同嘅 BIM 專用軟件就好似一班講唔同語言嘅人，彼此之間難以溝通，變相妨礙咗軟件功能嘅發揮同數據嘅互通。而開放式建築信息模擬，即係 Open BIM，就好似一種通用語言，透過標準化格式，做咗唔同 BIM 軟件之間嘅橋梁，就好似每個軟件都講到呢個通用語言咁，等工程團隊喺唔同 BIM 軟件平台之間暢順溝通同協作。啟德體育園項目嘅工程團隊匯聚咗嚟自8個地區，超過140間公司，團隊運用咗唔同專業設計軟件進行設計、施工同生產，喺共通嘅 Open BIM 平台整合唔同嘅 BIM 技術，仲令設計同審批流程節省咗80% 時間。喺呢個啟德體育園個主場館嘅建造過程裏邊咧 ，BIM 同埋裝配式設計咧，即係簡稱呢個 DFMA 咧，成為咗裝嵌大型預製件嘅達到零誤差一個非常重要嘅關鍵。團隊喺大型預製組件出廠前咧，就已經完整模擬咗成個運輸啦、吊運啦同埋安裝嘅流程，好精確咁樣計算到每一個組件到達工地嘅時間啦，同埋移入工地嘅路線。團隊亦都重複預先演練同埋優化呢個模組嘅設計，同埋裝嵌工序同埋提升時間。例如我哋將6000幾噸嘅天幕鋼結構喺1日裏邊咧，就已經完全咁樣提升同埋安裝，真正達到咧提速啦同埋提效嘅雙重目標。除咗多元化應用， BIM 技術仲同創新科技結合。土木工程拓展處喺全球首次採用創新嘅全跨度橋梁吊裝工程世一技術，興建橋梁橫跨粉嶺公路同青山公路多達10條行車線。相關 BIM 模型整合咗攝影測量同雷射掃描嘅技術，
預先模擬同預演運輸車輛嘅路線同橋面調運過程，咁就可以快速同準確咁進行橋面安裝，令到呢啲複雜工序只需要1日時間就完成，仲大大減少施工誤差。因應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我哋會積極推動 AI 同 BIM 技術融合。AI 翻模技術可以將二維圖紙自動轉化為3維 BIM 模型，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可以協助智能化分析同指令執行，簡化建模流程。機電工程處研究緊點樣利用聊天機械人同大型語言模型應用喺建築物同設施嘅日常運維。喺政府場地內已備有 BIM 模型嘅機電設備，協助工程人員只需讀出語音指令，就可以幾秒內快速由 BIM 模型同技術文件中搜尋所需資料。發展局喺2018年起，透過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投入超過2.2億，資助業界採購 BIM 軟件、設備同埋人才培訓。為咗將技術擴展至中小企同分包商，發展局喺今年10月推出多項優化措施，加強利用 CITF 基金培訓、資助同埋提供工種專項訓練。BIM 技術咧可以大幅咁提升各個工種分包商嘅工作效率。以雲石工程為例啦，我哋可以透過 BIM 嘅模型，直接攞到每一件石材嘅精確數據，例如石材嘅位置啦、形狀啦，以至到燈籠啊、出水口等等，將數據輸入去電腦數控嘅機床之後咧，就可以進行自動化嘅加工，大大提高個準程度同埋質量。近期嘅 CITF 基金優化措施，支援分包商同埋中小企業培訓，有助解決技術人才不足嘅問題，推動業界加快應用 BIM， 實現全民皆邊。發展局聯同各公務部門同業界伙伴，積極推動 BIM 技術發展，助力香港建造業實現數碼轉型，以創新科技共建智慧未來。